有1/10嘅香港人都到咗深圳。4月18號到21號咧係香港嘅復活節。咁過往咧復活節好多香港朋友都係會往外國唔同嘅地方去旅遊嘅。咁其實呢2年咧，大家消費習慣就開始有好多嘅改變啦。越嚟越多嘅朋友咧係選擇咗不想去消費嘅。咁今日復活節咧，咁好多香港朋友都係去到內地去做消費嘅。咁根據出入境錄到一個數據咧，截止到18號嘅晚上9點鐘咧，香港往內地嘅出境人數咧係有80.1萬嘅，咁其中香港人就有70.5萬啦。咁國際關口咧當日都係人山人海，而深圳嘅國際商場咧都係香港人。咁唔知嘅朋友都以為去咗香港全部都講廣東話嘅。咁其實隨住大灣區呢個政策嘅融合啦，咁係越嚟越多嘅香港朋友不純消費，亦都越嚟越多嘅朋友咧去香港去旅遊嘅。咁其實呢個嘅政策咧，對好多做兩地經商嘅啲朋友都係非常之友好同埋便利啦。咁例如深圳呢邊嘅前海同埋河內地區啦，咁其實好多嘅優惠政策俾到香港過嚟大陸創業嗰啲人士嘅。咁而前海咧係可以最高補貼100萬咁樣嘅一個優惠政策嘅。香港好多嘅旅遊商家如果想往內地呢邊去發展去創業嘅話咧，咁大家可以多啲留意下大灣區創業嘅一啲資助計劃啦。